这可是哀家刚从快递那儿签收的，新鲜出炉，还热乎着呢。哀家还没来得及看，就是为了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和大家一起欣赏。准备好了吗？哀家告诉你们，这位张三千大师最擅长描写四季，而这个盛夏风光瓷瓶又堪比春光无限。怎么样？哀家的瓷瓶把各位都惊艳到了如此的地步，让哀家也好好欣赏欣赏它。真是春光无限呐！这下出事儿了，我该怎么办呢？大胆！这不是哀家要的瓷瓶。来人呐，去查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。是太皇太后，还不赶快把它拿走！是。哎呦，哎呦，那个，对不住了，齐少。皇祖母，我有话要跟你说，单独的。鹏鹏，现在就我们两个人，你可以说了。你这是干什么呀？皇祖母，请恕罪，这个有伤大雅的东西，确实是鹏鹏寄出来的。是你？怎么会是你呢？鹏鹏，哀家知道你善良，可也不能为了别人揽下如此的重罪呀。皇祖母，这个罪责必须由鹏鹏一个人来承担，因为鹏鹏万万不可说出那个人的名字，不然事情会越闹越大的。是谁如此大胆，竟然敢要挟皇后去袒护他？你告诉哀家是谁，哀家替你做主。皇祖母，你这不是让我为难吗？快说！此人正是您的乖孙儿，我的夫君，当今的圣上齐圣。圣儿，他怎么会私藏如此有伤风化的东西？这件东西出自西洋名家的大手笔，皇上托我从黑市把它买过来，没想到在寄出的时候，居然出了差错。哎呀，鹏鹏，真是委屈你了。你老实告诉我，你们要他做什么？哎呀，这真是叫人难以启齿。这东西，他说放在屋子里能调节一下情趣，而且还说这是西洋人那儿的送子观音。皇祖母，他不但用了这个招数，他还想用金戈来俘获我的心。金戈，这就是传说中对男人安全无副作用的金戈。皇上就是用那个秘密武器来和我那个啊，那这个事情就不怪你们了，你们也是为了皇家延绵子嗣啊。是啊，为了生孩子，我们也是蛮拼的。好了，关于瓷瓶的事情，哀家会吩咐下去，就不让他们再查了。你们也要让哀家赶紧看到你们开花结果呀！谢谢皇祖母。皇祖母知道了，谢谢皇祖母。宝贝儿，快给我揉揉头，好好放松放松。我这一天啊，太烧脑了。今天啊，还好是我急中生智，哎呀，才躲过这劫。你说这皇上有时候也挺顶用的哈。哼。把东西放下，先退下吧。是。你也先下去，朕有话要和皇后单独说。皇上，这是何物？为何皇祖母说妖物归原主，还说只有单独和你在一起时才能看？
这东西你还没看？哦，野史！哎呀，一定是你最近太疲劳了，才会起这个东西。哎呦，喝口水吧。天哪！太后送我的送子观音啊！圣母玛利亚大慈大悲，圣母玛利亚饶命啊！罢了罢了。今天可不要再出什么幺蛾子了，我的脑细胞已经不够用了，我的眼睛已经枯竭。这是寄给你宫中的小苹果的，错寄到朕的宫中。这次快递出了如此多的差错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欧巴，你好辛苦，我来给你按摩好不好？再给你唱首歌，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。你喜欢小苹果吗？你挤我干嘛？我问你，你喜不喜欢小苹果？不喜欢，我喜欢吃梨。我不是说水果里的苹果，我是说湿里的小苹果。管它湿的干的，是苹果我就不喜欢。嘿，我偷偷告诉你，有一天我偷吃了娘娘的榴莲，嘿，我才发现原来这世界上最好吃的水果是榴莲。我也偷偷告诉你，有一天我也偷吃了皇上的榴莲，我都吃吐了。皇上吉祥。回宫。怎么还不走？皇上，3米呢？现在不用了。奴才谢主隆恩。回去我偷皇上的榴莲给你吃啊。皇上驾到！你让皇上等我一下，我很快就回来。哎，皇上他人呢？啊，皇上吩咐了，见物如见人。你这个人好坏好坏的，害得我以为皇上来了，白让我打扮了这么许久。说来也奇怪，您刚才还那样，从里边一出来，就像换了一个人。这是一个女人必须具备的生存技能。哦，那您签收快递吧。你给我打开。皇上待我可真好，居然送我佛手柑这么贵重的水果。这送人水果哪有掰成2半的？要么就是这人太不讲究了，要么就是像坊间流传的那样，是分手的意思。分手？要不然皇上至于连一个整水果都不趁吗？这位娘娘，我还有下一单呢，您还是快签收了吧。他要和我分手，这一定是弄错了，我不签。哎，您别不签呢，早知道我就不告诉您真相了。我听说前些日子快递不是出了差错吗？您这个是 VIP 专用物流通道，不在那次送错的范围内。我不管，
你把这什么破釜手干给我送回去！奴才办不到啊！你不是飞毛腿快递吗？我是飞毛腿没错，可是我们那边不让接私活。什么飞毛腿快递，什么乐视商城，都是一伙的。你们和张鹏鹏合起伙来骗我，皇上一定是被他迷了心窍，这一定是弄错了。这，你还是自己还回去吧。张鹏鹏，又是你！收拾的怎么样了？给太皇太后请安。起来吧。你们两个是他们最信任的人，而哀家又是他们的长辈，他们努力了这么长时间都没有结果，咱们可得帮他们一把。太皇太后，您对我们家皇后娘娘可真好。记住啊，一定要温馨、浪漫、甜蜜。把蜡烛都点上，把花也都插起来吧。我来。太皇太后，您怎么知道我们家皇后娘娘会喜欢这些啊？哀家可不知道，不过哀家知道成祖当年对哀家用了这招，哀家很是受用。那希望我们家皇后娘娘也能喜欢。你们快把这儿收拾好。哦，哀家还要去看看衣服准备的怎么样了。这太皇太后又使什么幺蛾子？我脱了啊！哎，不说话我可脱了啊！哎，你们，啊，皇祖母，鹏鹏，他们都伺候你把衣服换好了吗？那你裹着个破袍子干嘛呢？快脱了。你确定要看？嗯。哀家终于明白了，当年成祖是如何被哀家倾倒的。哎，皇祖母，您确定这衣服是您亲手设计的？当然了，要不皇祖母怎么会让你来当模特呢？鹏鹏，我告诉你啊，我最近对这个服装设计呀特别感兴趣。我还让人家从西洋给我请来了个裁缝，裁缝叫什么来着？叫维多利。维多利。鹏鹏，鹏鹏，哎，你干嘛呢？没什么。啊，皇祖母，我想起来了，您说的那个人是不是叫 Victoria？ 对，就是这名字。哎，怎么说来着 ？Victoria。魏托伊呀，对。鹏鹏，这男人呐都是犟驴子，一定要顺着毛捋，跟男人较劲儿，最后吃亏的可是我们女人。哎，皇祖母，咱刚刚聊那个 Victoria 聊得正高兴呢，怎么又说起这个话题了？那是因为呀，皇祖母有样东西要给你。啊，跟我来。鹏鹏，自从你跟哀家说皇帝在服用此药，哀家就让人糟了大量，这个碎碎念，我还是先撤吧。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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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皇帝虽然年轻，可是政务繁身，压力也是极大的，难免呀。总之，你跟他说呀，要多少皇祖母这儿有多少。哎，鹏鹏，鹏鹏，哎，人呢？禀报太皇太后，我看见皇后娘娘捂着肚子跑出去了，好像身体不适。算了，把这个给他送到宫里去吧。
是，太后太后。等一下，你一定要嘱咐皇后娘娘，让她告诉皇上，要提前半个时辰服用。明白了，太皇太后。今晚的星星可真多啊！是啊，只盼着这天上的星星能保佑皇上和皇后娘娘圆圆满满。你说这天上的星星，哪个是你，哪个是我呀？有时候我就觉得我们家皇后娘娘和皇上就是天上的织女和牛郎，而姜氏就是万恶的银河。人家跟你说话，你有没有在听吗？说什么呀？我警告你啊，你可别对我起什么歪心眼儿，你可别忘了自己的身份。我什么身份？我可是总管级的太监。什么级都白搭，再是总管你也是个……就不用我多说了吧？你凭什么歧视我？皇上都已经昭告天下了，歧视残疾人那是触犯律例的。我虽是太监，也是有尊严的，也是有我自己的感情的。我没有瞧不起你，我只是，瞧不上你。皇上吉祥。是谁瞧不上咱们家强公公啊？皇后有何要紧事？要把朕这么着急叫来？皇上，您去了便知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不是你叫朕来的？我？你找朕商讨要事，为何要穿成这副样子？是皇祖母让我穿成这样的。编谎话也不编得像一些。这是皇祖母亲手设计的衣服，让我帮她试穿。她已经去找女画师了，说要把画像画下来，让我在这里等她。那这蜡烛呢？这蜡烛，她说是要搭配衣服的色调。朕刚才还疑惑，为何是李公公来通知朕，说你有要事要与朕商讨？唉，原来啊，我们俩都被那和蔼可亲的皇祖母给骗了。何为骗？他老人家也是一片苦心，我们这些做儿孙的，竟让他如此费心。难怪他之前跟我说啊，你是头毛驴，我还觉得奇怪呢。什么毛驴？说你是倔毛驴。我是毛驴，那你是什么？我啊，我是野马呀。爱上一匹野马，可我的家里没有草原，这让我感到绝望。董小姐，看来朕今夜要在你这儿委屈一晚了。你先跟我说清楚，为什么是委屈啊？哎，我说天气怪凉的，睡地上多不合适啊。你睡这里？我？好，好，好，我睡就我睡。反正啊，你是我兴盛宫的客人。
位置都被你占了。这是风口，我给你挡风呢。看来哀家的方法是奏效了。一会儿哀家走了以后，绿篱不许让任何人打扰他们，知道吗？放心吧，太皇太后，要是有人敢坏我们家娘娘的好事儿，我就跟他拼命。嘘嘘嘘。绿篱，绿篱，绿篱，我有要紧的事通报皇上，麻烦你进去通报一声。讨厌，走开。皇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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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幽兰殿那边出事儿了。听着像是幽兰殿啊。何事？是将士。你走吧，你走了，我就可以睡我香甜柔软的床了。绿篱，绿篱，啊，好恶心呐！蹭了我一手哈喇子啊！绿篱，谁敢坏我们家娘娘的好事，我跟他拼命！杨公子，怎么是你啊？不是我能是谁啊？一大早上的谁啊？来的正好，这是九哥让我给你的。怎么冷不丁的送来这么一个玩意儿？这是九哥特意找人做的，金的，说是只有黄金才能代表他的心。他是同意了，那他为什么不自己送来？还不是你那个快递害的。自从他负责快递之后，整日都在忙，哪有空见你啊？东西我收下了，他的心意我明白了，你回去告诉他，快递的工作会慢慢走上正轨的，叫他不要太辛苦了。等一有时间呢，我就过去看他。娘娘，那就先告辞了。嗯。哼。
娘娘，皇上他人呢？还没起床啊？昨天晚上被叫去幽兰殿了。幽兰殿？不可能啊！我昨天明明在这里守夜的。让你这个睡神给我守夜，别把自己丢了就不错了。这个东西啊，来得太是时候了。娘娘，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呀？今天早晨我还在想，昨天晚上那一出，算是让齐生的心计显露无遗了。他迟早是要把江氏扶正的。如果在这个时候还不为自己打算，不就如同在等死吗？娘娘，那跟这个三角有什么关系啊？九王送了我这个三角，也就是让我吃了一颗定心丸。从现在起，我与九王就是同一战线的战友了。朕下了早朝便来看你了，你可还好？妾身并无大碍，现在陛下来了，妾身就感觉好很多了。你放心养好身子便可，其他的事情你不必想太多。映月，还有个不情之请。你说便是。这几日我时不常便会难受，看见陛下就会好些，还希望陛下能多抽些空闲，到幽兰殿里来看我。你既然提了，朕又怎会不来看你呢？妾身说的可不是一朝一夕，而是日日如此。这是朕的责任。朕若是拒绝你的要求，倒显得朕是个薄情寡义之人。自映月7岁那年，第一次见到陛下，就知道陛下是个有情有义之人。现在虽然陛下繁荣之事缠身，但是映月知道，毕竟陛下与映月有着这么多年的情。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。陛下肯来陪着我，妾身就放心了。朕还有很多政务要处理，明日再来看你。挂哪儿呢？娘娘，都说财不外泄，咱们还是把这个金子藏起来吧。宝贝儿，这你又不懂了吧？这叫卧薪尝胆。这东西啊，会时刻提醒我的人生目标，做我的指路明灯。娘娘，娘娘，干什么呢？这个灯歪了。朕在你这儿坐会儿便走。怎么着？昨晚没睡好，跑我这儿补回笼觉来了？你说话能不能不要如此夹枪带棒的？对不起啊，皇上。如果你喜欢听那种撒娇妩媚的话呢，麻烦您出门左转幽兰殿去。这个呀，我真不会。朕本来是想向你道歉的，昨晚确实是有要紧的事情，突然离开，是迫不得已。你既然如此，朕这就走了。娘娘，你怎么能这样跟皇上说话呀？他先不然，我还要讲义，我就是天下第一大小白。
太医已经处理过伤口了，妾身现在已经好多了。你为何要做这样伤害自己的事情？妾身觉得对不起陛下。此话怎讲？臣妾怀了陛下的孩子，太医说已经有3个多月的身孕了。是因为对不起陛下，妾身知道，现在这个时候来这么个孩子，就是给陛下添麻烦，所以妾身才想，不如和这个孩子一起死了算了。你说的这是什么话？音乐明白，陛下留音乐在这空中调养，已是极大的恩赐。可如今这个孩子，是所有人都容不下的呀。你放心，朕定会尽力保全这个孩子。陛下保了他又能如何？他活在这世上，只是一个无名无分，连和自己的爹都无法相认的可怜孩子。你放心，既是朕的骨肉，朕定不会让他受一点委屈。若是这孩子真的有了名分，姐姐知道了这件事情，会不会心里过不去呢？是妾身对不起姐姐，可是这孩子毕竟是妾身的亲生骨肉，妾身也不能对不起自己的孩子啊。皇后那里，朕会亲自去说的。听见陛下这么说，妾身才能勉强安下心。你好生休养，朕还有要事，先走了。不知陛下明日能否来看妾身和孩子？不必同袍，朕这就走了。您不进去了？朕不知该如何向他解释，他知道了一定会很伤心，就让他再无忧快乐的过几日。2只小蜜蜂呀，飞到花丛中呀，飞呀，么么，飞呀，啊啊，飞呀。张太医到。小张，我没叫他呀。娘娘您忘了呀？咱们宫里太医要定期例行为娘娘把脉，看一下可否有隐藏的病症。把他叫进来吧。嗯。张太医，您这边请。微臣给皇后娘娘请安。小张，看你这表情，我是不是病得很复杂？恭喜皇后娘娘，娘娘这是喜脉呀！你丫说什么呢你？娘娘确实有喜了。哎呀，我们家娘娘有喜了！我们家娘娘有喜了！你滚一边，冲上去！不必这就滚！我们家娘娘有喜了！我们家娘娘有喜了！我们家小张啊，我这个月事啊，向来都不准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
阴薄阳别，寸脉沉，尺脉浮，鼓动华丽，阴中见阳，又有和调之象。娘娘却是有孕的脉象。为保安全，微臣再给娘娘开副安胎药，调养一下啊。你给我滚！好，微臣这就滚。哎呦！滚！我怎么没有发现呢？难道因为我是男人，没感觉？娘娘，你该起来了，快起来吃点东西。我已经没有脸在这个世界了，让我逃避一会儿吧。那我可先走喽。娘娘，我先下去了。站住！你手里拿什么东西啊？没什么。娘娘真的没什么，是张家托人送来的东西。拿出来给我看看，拿出来给我看看。娘娘，这是张家托了城里最好的裁缝，专门做的小孩的衣服。张家，这什么意思啊？我前脚刚怀孕，后脚衣服都做出来了。娘娘，您不是常说有备无患吗？到底什么情况？你给我说清楚了。娘娘，我真没打算骗您，只是要是提前跟您说了，您定是不会答应的，所以才生米煮成了熟饭。说下去。我说了，娘娘你可千万要受住了，万不可做出什么傻事来。其实娘娘没有怀孕，那张太医是家里买通了，才说娘娘怀孕的。什么？我没怀孕？太好了！哎，过来。那你快跟我说说，家里人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前几日幽兰殿又招了太医，家里觉得蹊跷，便暗中托人询问，谁知道江氏那小贱人竟然被诊出了身孕了。江氏怀孕了？难怪皇上前段时间去幽兰殿了，原来是为了这事儿。娘娘，你可一定要忍住啊！就算是打掉了牙齿，也要活着写我肚里咽。你再说一遍，怀孕的不是我，是江氏。家里人怕江氏有了身孕便可肆意妄为，于是便收买了张太医，将娘娘也拔出喜脉来。这样一来，找个机会除掉江氏的孩子。你们真的太狠了，真是最毒不过妇人心呐！娘娘，家里人知道你性子烈，怕事先告诉了您，没准啊您会打到幽兰殿去，到时候再惹得皇上厌弃。以后这种事情千万要与我先商量。假怀孕是正房该干的事儿吗？到时候玩线了，会不会也伤害到我呀？你赶快去跟夫人传个话，下面我要说的，你每句都给我记清楚了。娘娘您说。第一，江氏肚子里的孩子必须保住，这件事情我另有安排。第二，齐胜不是傻子，赶紧叫家里想办法，把我肚子里这个假货名正言顺的拿出去。皇上吉祥。不必多礼，你怀孕的事，太医已经告诉朕了。就算太医不跟你说啊，你也知道了。今天早上绿篱啊，在我宫门口发羊角风，闹得沸沸扬扬的，整个宫都知道了。有什么吃穿用上的需要，尽管和内务府提。皇上，
你也别因为我有了身孕，就冷落了幽兰殿那边，毕竟那边也需要你啊。你知道了。哎，皇宫就那么大，有什么事儿能瞒得住啊？再说了，这又不是什么坏事儿，我们大家都为您高兴呢，是吧，强公公？你这是在说反话吧？朕并不是有意要瞒着你的，只是那天你的态度，令朕实在无法开口。皇上，我可是真心实意的为你高兴。你高兴什么？我为皇上高兴，为江妹妹高兴，也为我自己高兴。替你自己高兴是为什么？因为怀孕的不是我啊。皇上，你看哈，如果我跟江妹妹各生一男一女，就太好了，将来也是个伴儿。皇上呢，也早日儿女双全了。所以啊，我是真心实意的为你开心啊。别说了。哎呀，皇上，你可千万别因为我冷落了江妹妹，你就大胆放心的去照顾她啊。娘娘，您没事吧？有没有伤到？快让我看看。没事儿，齐胜啊，这是在和自己发现的。皇上真的没有打您吗？刚才动静那么大，快让我好好看看。没事儿。娘娘，娘娘，您看这小衣服多可爱呀！可爱，可爱有什么用啊？您真就不打算自己生一个？我？让我去生孩子，还不如让我去死。等您真有了孩子呀，就不会这么说了。哎呀，我这怀孕的消息一传出去，怕是要几家欢喜几家愁了。可不是嘛，江氏那头呀，肯定恨死娘娘了。我说的不是他，江氏是怎么想的，我真的没有心思去猜。只是九王这一次，一定是受到了很大的困扰。我与他刚立下盟约，就马上传出来我怀孕的消息，换做是谁，恐怕都难以接受。不行，九王那边还是有必要去见一面的。你去他府上给我传个话，说我要见他。嗯。哟，好巧啊！不巧不巧，这一次没在同一间茅厕遇到，只是我心中实在不解，为何见面总约在这污秽之地啊？因为你我和这茅厕有不解之缘啊。哎，这厕所管理员想的真周全啊！你看他把这男女二字写得如此硕大，还挂在这么显眼的地方，就是不想让别人犯咱们曾经犯下的错。这是我特意找人改的。啊？这宫中大小的茅厕都归我管。原来你成了茅厕君啊！这也是无奈之举啊。自从上次晋升之后，皇上就让我总管着宫中的鸡毛蒜皮之事，我心中也是愤懑至极呀。这次我来就是要与你商讨这些事情。这里的味道太重了，咱们换个地方谈。走。我朝的人啊，真是有情趣。这厕所旁边就是花园，上厕所的同时，顺便把风景也给看了。你别告诉我，这厕所的选址也归你管啊？还是说正事儿吧。我找你来是想告诉你，有关我怀孕一事，其实是张家人的意思，我并没有怀孕。你我二人之间的盟约也不会受到任何影响。我了解。九王真是料事如神啊！那我再跟你说一件你绝对不知道的事：江映月怀了齐胜的孩子。我已知道此事。那九王对此事
有什么看法？那就略臣拙见了。本王以为姜氏现在的身份见不了光，但只要生下皇子，齐胜为了不委屈那孩子，必然会叫姜氏改头换面。这一点正是我们可以利用的。只要皇上这样做，届时张家与本王借着齐胜有备纲常，齐齐发难，想必会一呼百应。你说的太对了，姜氏是容不下我做皇后的，她早晚会给齐胜吹枕边风，取代我的后位。可到那时，满朝的文武大臣、皇亲国戚，哪一个又会容得下这个蛊惑皇上、乱了纲常的女人啊？九王，如果我是宇宙智商第一的话，那你就是老二了。虽然你说的话我听不太懂，但是现在还是觉得挺有意思的。现在的重中之重就是保住姜氏的孩子，我得赶紧和张家通个气儿，让他们万万不能动了姜氏的孩子。是，我们现在什么都不需要做，只要看着齐胜一路错下去，一定会抓住他的把柄。哇，这大晚上的把我叫过来是干什么？这一次一定要把持住，不能在同一个地方跌倒无数次。啊，妹妹，你怀有身孕，这样跳舞会动了胎气的。不过妹妹这个舞姿啊，真是倾国倾城啊，难怪齐……什么味道啊？好香啊！哇，好香啊！这把我迷的是五迷三道的。这个是决明子、薰衣草和龙涎香制成的，有安眠的功效。妹妹最近睡眠不好？自从妹妹怀孕以来，我夜夜都睡得很好。只是皇上他经常批阅奏折到很晚，我这香是为皇上备着的。妹妹真是心细啊，难怪皇上喜欢来你这儿。若是姐姐喜欢，走的时候就拿去一些吧。啊，千万别给我！这香要是被我拿回去，绿篱一身的清白可就不保了。姐姐不肯收这香，是不是嫌弃妹妹呀？你怎么能这么想呢？我心疼你都来不及呢，怎么会嫌弃你呢？我向毛主席保证，只要是妹妹的，我都喜欢。比如肚子里的孩子。这说来也是巧，妹妹刚有了孩子，姐姐就怀了孩子。哎，姐姐的孩子不重要，妹妹的孩子才重要。妹妹，你可要好好的养胎。今日妹妹找姐姐前来，是想问姐姐是否知道咱们宫中有什么手艺精湛的裱画师傅呢？裱画师傅？不知道。以前皇上曾经给臣妾画过一幅画像，昨天收拾屋子的时候找到了，就想给裱起来。皇上还会画画？该不会是那种画吧？画不重要，重在皇上的心意。皇上给妾身画那幅画的时候，足足让妾身做了3个时辰呢。不知道皇上是否也给姐姐画过？哎，那种画我可没有，我向来都是拍照的那个人。哎呀，妹妹不知道皇上没有给姐姐画过，妹妹不是故意炫耀的，姐姐千万别误会了。妹妹放心，我没误会。小情侣嘛，相互画个画多正常啊。不过我可提醒你啊，这画啊，你可得收好了，流传出去啊，就是艳照门。艳照门是何物？哎呦，
是把画给丢了，那可是恶有恶报。真不知道他丢了什么画，说的那么宝贵。听说啊，姜氏称那幅画是皇上亲手为他画的，他还说皇上只给他一个人画过。我呸！我呸呸呸！什么叫只给他一人画过？我那儿也有一幅呢。有一次啊，皇上在我那儿喝多了酒，兴致大发，硬是让我一动不动，足足坐了几个时辰，也跟我说这画是给我一个人画的。你们不说呀，我都还没有想起来，原来皇上也给我画过。只不过啊，我并不在意，也许那幅画早就被我的宫女们拿去胡抄过了。这姜氏还真够自作多情的，以为那画是他的唯一呢。哎，皇后娘娘恐怕还不知道此事吧？走吧，姐妹们，我们去一趟兴圣宫。走啊，走啊，去找娘娘。来，快点，你啦。我偷他画像哟，看来娘娘果真是不知道呀。这姜氏早已把幽兰殿闹得人仰马翻了，说是皇后娘娘偷了她的画像，嚷着要见皇上呢。他爱见谁见谁，他见天皇老子我都不怕。告诉你，他人我都摸过，我偷他画像干啥？他哭着嚷着说是娘娘您嫉妒皇上给他画画呢。娘娘，皇上果真没有给你画过画吗？没有了。别让姜氏那恶人先告状，到时候啊，真的是跳进太液池也洗不清呢。行了行了，你们在我面前挑事儿是没有任何效果的，都散了吗？哎呀，你就告诉人家嘛，人家好不容易才来求你一次。不是我不说，是我真不知道啊。皇上正在书房里安排人手探查此事，结果还不得而知呢。那你知不知道，姜氏丢的是什么画像啊？为什么我们家娘娘就没有？其实这话没有也罢，你回去告诉皇后娘娘，这事儿不用放在心上，因为这画像几乎我们后宫里人人都有一幅，就连我也有一幅呢。啊，你也有？啊，上次皇上喝醉了，就给我也画了一幅。人家也想让皇上给我画一幅画像啊。那照现在这个情况呢，我们家娘娘没有才是好事呢。这画像也不是什么稀罕物件。我这就回去告诉娘娘。这个卸磨杀驴的丫头，就不能和我多聊两句吗？你就告诉人家嘛，人家可是第一次求您呢。皇上，您找臣弟来，不知所谓何事？九弟最近不忙吧？虽不是要紧的差事，却被繁杂的小事缠身。像御花园中种植草木的种类，这一季宫中所需要的蔬菜是从南菜园送来的，还是西郊菜园的，都等着臣弟来定夺。看来你平日里倒是清闲，并不是什么容易的差事，越是小事，越是劳神费力。恐怕臣弟多有疏忽。不过区区琐事罢了，怎么就难倒你了？是不是觉得一身本领无处施展？臣弟并无此意。既然如此，朕现在就派给你一件能施展拳脚的差事，不知九弟愿不愿意？皇上交给臣弟的差事，臣弟定当肝脑涂地。幽兰殿那边，姜氏的一幅画像是丢了，你去查查此事到底是什么情况。臣弟遵命。
九哥，九哥，你猜怎么着？别着急，喝口水，慢慢说。江氏丢失的那幅画，果真在女神姐姐那儿。你可看清楚了？错不了，在女神的衣柜里有幅江氏的画像。鹏鹏并不是那么小肚鸡肠的人，更不会为了一幅画像争风吃醋。可证据确凿。我相信此事并非他所为。怎么看这件事跟皇后娘娘有拉扯不清的关系？皇上命九哥来彻查此事，恐怕是皇上故意的试探。如果万一不是他偷的画，那可怎么办啊？明日一早，你随我去一趟兴圣宫。那只能如此了。果然如您所料，皇上派去查案的人夜访兴圣宫了。你确定那是皇上的人，并且已经看见那幅画了？确定，那人发现那幅画之后又放回了原处。如果是帮他的人，就会把画拿走了。我说过，事成之后，定会重金谢你。娘娘，您把我想成什么人了？我当初接下这单私活呀，也就是觉得娘娘您的遭遇，我太看不下去了。我这辈子算是与情无缘了，所以呀，想帮助娘娘您和皇上破镜重圆，促成一对好事。希望一切如你所愿。这个你一定要收下，永远离开此地。你对我的恩惠，我会记在心里的。拿人钱财与人消灾，自当小事。那小的祝娘娘心想事成啊！皇上，朕知道了，你下去吧。两只小蜜蜂呀，飞到花丛中呀，飞呀，飞呀，飞呀。这对好基友今天一起来了。今天这么闲啊？你们两个手牵手一起来，该不会真是有一腿吧？姐姐，你说什么呢？我们两个是纯洁的。哟，不知娘娘平日里
对字画可有偏爱？哎呀，我小时候啊，画苹果像梨，画鸡像鸭。怎么突然问这个呀？江师舅的画就在你的药柜里。胡说！怎么着？没完没了了？我是干那种偷鸡摸狗的事儿的人吗？他说的也许是实情。绿蝶，你去我柜里看看，有没有他们说的话。本王是相信娘娘的，可是皇上命本王彻查此事，总要有个交代。对了，我顺便提一句啊，作为一个女人，你白天不注意言行也就罢了，但夜晚对一个女人的前途来讲太重要了。哎，你的睡相太差了。你又偷偷溜进我房间。哎，你放心，我就是想看看你的被子盖好了没。我除了看到你的丑态，我没干别的。娘娘，你的药柜里真的有一幅画。要如何处置此事，一切皆听娘娘的安排。本王大可装作什么都不知道。不用你替我担这么大的责任，一人做事一人当。到时候有什么你就直说，不用护着我。咱们现在去找齐胜，讨个说法。看来，我命九弟查的事情是有结果的。回皇上，这幅画的确是在兴圣宫找到的。皇后，可有什么话要说吗？我这个人最讨厌被人冤枉。我跟你说啊，你们谁也别想黑我。这幅画确实是在我宫里找到的，但不是我偷的。你可有什么证据？证据没有，要命一条，你看着办吧。你倒是破罐子破摔起来了，难道要让朕自证清白？九王，朕命你查办此事，你却如此办事不力。要不是朕安排的密探已经告诉了朕，是有人夜里偷偷将画放进兴圣宫的，你岂不是要让皇后娘娘无辜蒙冤，让朕错怪了她？臣弟知错。果然是有人故意陷害我。你告诉我这个人是谁，我非打得他满地找牙。是江氏。想必是妹妹记错了。这件事到头来也算是真相大白，我也没什么损失。皇上，您千万不要责怪妹妹了。如何处置，我自有分寸。哎呀，处置什么呀？还不是你那幅画闹的。你说你又不是张大千，干嘛到哪儿都留幅画呢？朕是在练自己的丹青技艺吧。以后啊，你不管到哪儿，只要在那门上刻上“齐胜到此一游”就行了，用不着画画那么麻烦。现在想来，齐胜早就知道江氏有意要陷害你，然后他再有意派我去查，因为他早就料到我会一无所获，他只是想证明我无用罢了。九王，你千万别这么想，你已经在第一时间赶来跟我商量了，我知道你是在顾及我的感受。从这件事便可以看出，齐胜只是想证明，他才是你的依靠，而本王无权无势，靠不住的。九王，我既许诺，便会重诺。娘娘当真这么想？这宫中的大小事情都是心机，都是算计。我能有个值得信赖的兄弟，我当然会选择信赖的。现在就只希望江氏和皇上不要因为这件事影响感情，他们感情越好，对我们越有利。娘娘，就此别过了，日后你定要多加小心。聊什么呢？笑得这么开心。哎，娘娘，您快来看呐！娘娘们把皇上的画像都拿出来了，供大家欣赏呢。我还真想看看这艳照到底长什么样子。来，娘娘，你先看看人家的。就这，还丹青？
说好听点是抽象派，说不好听的，这简直就是一坨翔嘛！娘娘，您看我这个，每个娘娘都有一幅。原来暴走漫画的鼻祖是他，真是皇上的粑粑都香啊！可怜的僵尸了，还一直把这视为珍宝。娘娘，还有我们的呢。是皇上来了吗？娘娘，皇上并没有来，您该喝药了。你给我滚出去！是。